尊敬嘅各位仁者，大家好。大家清楚，我哋繼續嚟學習君子修身之道。今日呢，我哋開始講信呢一部分。信係講誠信。喺《論語為政》第2篇啊，有咁樣一章經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可以行之哉？孔老夫子喺呢度講，人啊，一定要有信用。如果冇信用嘅話，就不知其可。呢個可就係講可以啊，立足，可以啊，成功。咁如果冇信用嘅話，咁就不可能啊，喺社會上立足，不可能咧做事成功，可謂啊一事無成。咁當然更談不上啊修道啦。孔子喺呢度做個比喻，佢講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同埋軏啊，都係古時候車上面嘅一種零件。古時候嘅車係牛馬拉嘅，大車咧係牛車，小車係馬車。咁車咧都會有轅，轅就係兩旁嘅嗰個轅木係可以牽引車嘅。咁喺轅嘅兩端咧，就會連接住一塊橫木。呢個橫木咧喺大車就叫做革，小車咧就叫做行。咁呢條橫木同埋轅之間係打個窿，然後用一個金屬嘅物穿起身，好似一個依家講嘅螺絲一樣但係大嘅螺絲。咁呢一種金屬物咧就叫做輗對大車叫做輗，小車咧就叫做軏。所以呢一種零件係車能夠行動嘅關鍵。孔子咧喺呢度比喻人嘅信用，就譬如講車嘅呢個關鍵嘅零件一樣。如果冇嘅話咧，就唔可能行動。其可以行之哉？車不能行動人呢亦處處不可行。咁呢個誠信非常之重要，要人哋信我哋，首先我哋要自信，信自己。如果對自己都冇信心，咁人哋點會對我哋有信心呢？咁我哋對自己嘅信心係乜嘢信心呢？最緊要係信自己可以成為聖賢，信自己人之初性本善。
我哋本性本善，只不過依家有咗習氣、煩惱，所以將本性埋沒咗。只要將呢啲習氣煩惱去除，本性就能夠顯現，我哋就能夠做聖人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聖人嘅，因為我哋嘅本性同聖人嘅本性係一模一樣嘅。所以蕅益大師喺注解呢一章裏邊講到，不信自己可為聖賢啊，如何盡得修業呢？呢個係最根本嘅信心。我哋信自己可以成為聖賢，所以就有立志，今一生一定要盡得修業，成就聖賢。如果唔信呢條，咁就係自甘墮落，咁就會自暴自棄。咁自己唔信自己啦，人哋點可能信我哋呢？咁我哋有咗呢個最基本嘅信心之後，就要努力修行，處處要做好樣子，咁先能夠取得人哋嘅信賴。從邊度做起呢？弟子規裏面講，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係可言。我哋講說話一定有信用，信用係首要嘅。欺詐同埋妄語欺騙人，點可以呢？唔可以有嘅。咁呢個妄係講唔真實，唔真實嘅話語包括4種。第一種係欺騙人嘅說話，自欺欺人。第二種呢係兩舌，講人嘅是非壞話。第三種係惡口，粗言爛語，粗魯嘅說話。第四種呢叫綺語，就叫做花言巧語。咁弟子規信呢邊裏邊呢一篇裏邊呢，呢4種都講到，要我哋戒除。喺《論語·衛靈公》第15篇講到，子張問行。孔子嘅弟子子張問如何能夠行得通，凡事都能夠行，去到邊度行到邊度都受人歡迎。孔子就回答啦，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萬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周禮，行乎哉？立則見其深於前也，在寓則見其異於行也。夫言後行，子張書諸身。孔子喺呢度教導子張，你想要行度度都行得通，必須要有6個字嘅道德，就係言忠信，行篤敬。
講說話要忠信，忠係不偏不邪，一定要心地裏邊放下自私，心先能夠忠。咁心裏邊能夠忠，言語就能夠信。忠係內，信係外。講究誠信，講到要做到，唔可以欺騙人，唔可以講話唔算數。行為咧要篤敬，篤實，要恭敬，事事都要認真，一絲不苟。你能夠做到呢6個字，雖然去到盲目之邦亦都可以行。盲係南蠻，默咧就係北狄南北古時候都講嘅係少數民族嘅地區，文化比較落後，唔開化嘅地方。咁呢個意思就講能夠做到言忠信，行篤敬，即使去到唔開化嘅落後嘅地方，都能夠感化人，都可以無往而不利。咁反過嚟咧，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唔好話去外國啦，去嗰啲落後地區啦。雖周里行乎哉？雖然你去到自己嘅家鄉周里係自己嘅鄉里裏邊，亦都會令人反感令人厭惡咁都係行不通呢度都說明咧，人之初性本善，人本性都有好善好德，所以即使未學過聖言教育嘅人，見到人哋能夠忠信篤敬，佢都會起恭敬敬佩嘅心所以忠信篤敬係聖德孔子喺呢度教子張將忠信篤敬咧想象成一種事物，處處都要見到，念念都不忘。佢話立則見其心於前也。你企喺嗰度嘅時候，就好似見到忠信篤敬呢個事物，心然立在面前。再如係乘車嘅時候，則見其異於行也。呢個行就頭先講到嘅車前嘅橫木一般係要手扶住嘅。你喺車上見到咧，呢個行篤敬言忠信行篤敬就依靠喺車前嘅橫木上面，呼然後行。你有呢一種時時處處都不離忠信篤敬咁樣嘅德能德行，然後到處可行。咁子張聽到孔子嘅教導之後，當然好有感觸，所以佢即刻將孔子呢個說話寫喺佢嘅腰帶嗰度。書諸身嗰個身就係衣帶。
之就係之於嘅意思將嚴忠信行篤敬寫喺自己腰帶咁係為咗時時睇到，時時不忘。就好似依家我哋講嘅座右銘一樣咁呢6個字，我喺以前讀《論語》嘅時候，讀完之後攞一張紙仔攞個紙片寫落嚟放喺自己懷裏邊，成日都攞嚟睇。我哋即刻要學念念都不能夠忘記嚴忠信行篤敬即使死都唔忘記噶。喺舊年臘月26喺天津到武漢嘅高速公路上面發生咗一次特大嘅車禍。有一個人叫做孫水林佢咧係喺北京做建築工程嘅咁佢當時咧駕住車，一家5口人，帶住26萬蚊，準備去工程嘅地方將錢發俾民工作為工資過年咧佢哋民工可以攞錢返屋企。結果發生呢個車禍，全家人都遇難。咁佢嘅弟弟孫東林為咗完成佢哥哥嘅遺願即刻咧就趕到工地，將錢送到民工嘅手中。因為當時咧佢哥哥冇留下任何嘅呢啲賬單，唔知道應該俾邊個人幾多錢，所以咧佢要啲民工自己憑住良心攞錢，你話要幾多我就俾你幾多咁自己仲貼咗6萬，同埋佢母親又貼咗1萬蚊使到每一個民工都能夠如願領到佢哋嘅工錢。孫東林就講啦，話新年不欠舊年賬，今生不欠來生債為佢嘅哥哥堅守承諾。即使係佢哥哥過世啦，呢啲債務應該還嘅，應該俾嘅，1分錢都唔減少。所以呢兩兄弟可以講係信義兄弟，被舊年評為呢個中國好人榜嘅呢個稱號。咁呢個係嚴忠信行篤敬嘅好榜樣。咁人如果冇信用，不知其何。其實一個團體、一個公司，甚至一個國家，如果冇信用嘅話，亦都係不知其何。就攞國家嚟講，最緊要嘅就係人民能夠信賴政府。喺《論語》裏邊呢，顏淵第12呢一篇有一章經文，係子貢問政。子貢問點樣辦政治？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同佢講咗3條。
呢個辦政治嘅3條關鍵嘅事情。第一個係足食，要人民百姓食得飽，生活過得去。如果人民食唔飽啦，咁就會有危機。呢個係講經濟建設發展嘅問題。第二咧係足兵，兵係兵器用我哋依家講就係國防建設國家機器、軍隊、警察防衛武器等等要充足，呢個係可以抵禦外敵入侵。第三個咧係民信之義，人民百姓要相信政府。咁呢3條邊個更重要，邊個次要啲咧？子貢下邊就問啦。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就係不得已一定要去除一條，呢3條裏邊可以先去除邊一樣？孔子就回答曰：去兵。先可以去除嘅係國防武器咁子貢又問啦，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依家剩翻2樣啦，一個係足食，一個係民信之義，仲要去除一條，去除邊條先呢？曰：去食。孔子話將糧食可以去除，然後講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呢個意思係講3者當中，國家嘅國防同埋人民嘅糧食都可以去除，但係人民對政府嘅信心係唔可以失去，因為我哋國家即使可以冇國防，譬如講喺1937年至45年嘅日本侵華戰爭，當時國家國防力量好薄弱，甚至都食唔上飯，冇糧食。但係人民呢，仲有一種信念，一種民族嘅信念喺度，所以國家冇亡到，最後仲係勝利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以人民只要能夠有信念，對國家能夠有信心，就可以同國家共患難。又好似喺1960年代嘅年初，當時中國遇到罕見嘅饑荒，又遇到俄羅斯嗰時係蘇聯逼債，真係內憂外患。但係呢，人民百姓對政府有信心，所以大家食樹皮都能夠渡過難關。咁如果係人民對於國家政府冇信心嘅話，即使係國家嘅國防
好強大，經濟好發達，糧食好充裕，都會有動亂發生。咁國家點先能夠使到人民信賴呢？一定要講求道德，以德治國，特別係國家領導人要以身作則。呢個係孔子講為政之道。所以信其實通個人，亦都通治國嘅。個人修身要講求信，治國平天下亦都要講求誠信。弟子規又講到：話說多不如少，唯其事，勿令巧。講話令多不如令少。少講話，講得少就錯得少，講得多就錯得多。所以君子慎言。講話只要講得符合客觀現實就得啦，唔好講得用嗰啲美妙嘅語言、巧妙咁嘅說法。喺《論語顏淵》第12篇呢，有一章經文：司馬牛問仁。上次我哋提到司馬牛係宋國大夫司馬桓對嘅弟弟。佢嘅哥哥呢，要謀害國君，犯上作亂。當時司馬牛非常之憂心，所以佢喺呢度呢問孔老夫子咩叫仁？孔老夫子呢當然知道佢嘅意思，佢而家心好亂咁同佢講：仁者其言也仁。呢個仁字就係講說話講得好艱難好似咧唔係好識講嘢咁樣。咁呢個意思係講仁者講話好謹慎，唔可以隨便講。結果司馬牛咧聽咗之後，因為佢當時心浮氣躁，未聽明白佢就將孔老夫子嘅說話解得好淺。佢就問：曰其言也仁，斯為之仁矣乎？係咪講說話講得好謹慎，咁就係叫做仁呢？佢理解得好淺。孔老夫子又講：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仁乎？孔老夫子講嘅係仁者其言也仁。做一個仁者，佢嘅內心係能夠專注，好清靜，所以講說話唔會隨便講。所以其言也仁係仁者嘅一種道德，一種德能。但係司馬牛咧，佢係一個好喜歡講說話嘅人，說話講得多就變得浮躁。
所以咧，孔子就用其言也仁嚟對治佢嘅毛病。唔係話其言也仁就係仁。呢個唔可以咁樣概括。但係仁者一定係其言也仁。所以司馬牛理解得好簡單，因為仁者就係其言也仁就係仁者啦。唔講說話咁就仁者啦，錯。所以孔老夫子講為之難啊！呢件事情唔容易做。難喺邊度啊？難喺你要做個仁者，做仁者好難。咁點樣做仁者啊？當然你要有個下手處。不同嘅弟子問孔老夫子點樣行仁，孔老夫子回答唔一樣，講嘅都係仁者嘅德行。但係對每一個人，因為根性不同，毛病習氣不同，所以就講嘅方面唔同啦。譬如講顏回問人，孔老夫子講俾佢聽，克己復禮為仁，從克己復禮開始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事問人呢，孔子話愛人，唔好自私自利，要愛別人，從呢度做。咁司馬牛問人呢，孔子講俾佢聽，其言也仁，唔好多言，唔好亂講說話，呢個都係對治佢嘅毛病㗎。所以一個人如果能夠心安定，佢嘅說話一定少。如果係浮躁嘅人，說話就多。真正嘅聖人，心地清淨，無話可說嘅。因為點解？心裏邊冇念頭，清清淨淨，本來無一物，點會有咩說話講呢？所以喺《論語》當中陽貨第17呢一篇有一章經文，子曰：如玉無言。孔老夫子講話，我想冇說話講，我冇說話可講。結果子貢喺旁邊聽咗之後，佢起心動念。孔子冇起心動念，講咗一句之後，子貢聽咗之後就講啦。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佢話，老師如果你唔講說話，咁我哋呢班弟子仲傳述啲乜嘢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老夫子講你話天有冇講說話？天冇講說話，但係呢，四時行焉，四季不停嘅運行，百物因而生生不息。天何言哉？天辦咗咁多嘅事，佢冇講一句說話。
所以孔老夫子教導我哋啊，學道要學天一樣，要離言絕類，離開語言，放下思慮，心地要清淨，心要空啊！咁先能夠學道啊！嗱，當然我哋如果話唔講說話啦，咁《論語》又唔使講啦，大家又唔使嚟聽啦。呢個係語言啦，孔老夫子講咗咁多說話，唔可以話唔講啊。所以語言文字佢承載道，在文以載道，不能夠離開語言文字嚟學道。但係你要知道，道唔係語言文字。如果你執着語言文字，可能永遠都見唔到道。所以孔子叫我哋啊，默而致知。默係沉默，沉默係冇語言，甚至心地要清淨。致知啊，係能夠記得住聖言嘅道理，記住之後又唔好執着佢。喺日常生活當中學住落實。好似大師喺呢一章嘅評論裏邊講，無言啊，豈是不言？何言，卻是有言？說是默，默是說。參嗌你去參，參禪嘅參。呢一句孔老夫子嘅說話，禪味十足啊！無言，孔老夫子講話語欲無言，但係佢又講咗好多說話，豈是不言呢？佢有講啊，天何言哉？何言呢？卻是有言。佢有呢個表現啊，有表達啦。呢個道理好深啊！說而無說，無說而說。說是默，默是說啊！無言係講說話嗰時候就係無言啦。點解無言啊？冇起心動念啊！有起心動念，我要講說話，咁就有言啦。佢冇啊！人哋問我嘅時候，我就佢問話嚟答佢。好似古時候嘅大鐘，鐘係空嘅，佢自己唔會響嘅，人哋敲佢嘅時候先響。叩鐘啊，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我哋嚟體會呢一個境界，聖人心裏邊啊，空空如也，一個念頭都冇啊！佢有咩說話好講？但係人哋問佢嘅時候，你睇孔子講空空如也，佢自己就空空如也。有比夫問於我，如果有人問咗我嘅話，我扣其兩端而揭焉。我用兩端嚟講，兩端係是非善惡、美醜等等。一講出嚟，一定要兩端。如果冇兩端就無話可說啦。講出嚟兩端，揭焉啊，就係使到對方能夠明白，把道理講到盡晒。
講嘅時候仲係冇話可說，就好似鐘一樣，佢自己唔響，人哋扣佢先響。所以聖人正得自性啊，就係從放下心裏邊嘅妄想、分別、執着呢度去修行。咁我哋依家做唔到聖人，先做個君子。何為君子呢？不能夠無言啊，起碼要做到甚言。喺里仁第4篇有一章經文，子曰：君子悦納於言而敏於行。呢個納就講話好遲鈍，言語遲鈍啊，同人哋講說話唔會搶住講，慢半拍，講話亦都係好謹慎，但係做事嘅時候行動好敏捷，呢個係君子啊！喺《論語》季氏第16篇裏邊，又有一章提到如何講說話。孔子曰：是於君子有三謙，言未及之而言，謂之曹；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古。孔老夫子講啊，隨時君子身旁，往往會犯3種過失，都係言語嘅過失。第一種，言未及之而言，唔到該講嘅時候就講出嚟啦，呢個叫做粗，心浮氣躁，冇耐性，唔懂得觀時機。第二種，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該講嘅時候仲唔講，呢個就叫做隱逸，呢個又係過失，錯過時機講。第三種呢，未見顏色而言，謂之古。古就係盲，盲就係盲目。喺君子旁邊唔識得察言觀色，唔知道君子嘅意向喺邊度，所以亂咁講嘢，唔睇對方，唔睇場合，就會失禮，甚至會壞事。所以呢3種過失我哋都要避免。呢個就係要隨時將我哋嘅心收攝起來，唔可以放逸。一放逸，往往就會犯過錯。喺學而篇裏邊呢，有一章講到，子曰：巧言令色，鮮於人。鮮於人，呢個就講言語勿令巧。巧言係善於講嘢，能說會道。蕅益大師嘅注解裏面講巧言係口為言仁者之言也。
佢講嘅說話咧，好似一個仁者講嘅說話一樣，都係大道理啊，都係咧非常之正確嘅。實際上咧，佢自己啊冇做到，而且佢自己咧心裏邊唔係咁諗。呢個叫孝賢啊。吝嗇係咩咧？色取人也啊，容貌顏色，呢個係外表嘅呢個面貌，睇起身好似個仁者一樣，裝扮得好似，但係其實個心不仁。呢種人啊，往往鮮於人，鮮就係少嘅意思。小人其實都係客氣話，講真實說話係不仁啊。點解啊？蕅益大師講，仁是心上功夫啊，若向顏色處下手，則越似而越非。仁係講心地啊，係心上嘅功夫啊。仁者愛人啊，仁者係忠信篤經啊。如果喺顏色上、語言、色貌上面去下功夫，裝扮自己啊，越扮咧就越離人遠啦。你諗下係咪？因為個心唔真實，虛偽。我哋講話呢種人係偽君子，所以講說話一定要從真實心中講出嚟。喺《里仁篇》裏邊，孔子講到：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此攻之不逮也。古者係古代嘅聖人君子，佢哋唔講說話則已，一講都係令人信服嘅，所以佢哋唔隨便講說話，不隨便出言。點解？因為此攻之不逮，呢個逮就係做到。自己如果做唔到自己所講嘅說話，就係好可恥，所以寧願佢唔講，未做到佢唔講，做到先講。譬如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呢個係言做到咗你先講。你係一個孝子，你先講孝。你係個仁人，你先講仁。做唔到去講係可恥嘅。古人係咁樣嘅修行。喺為政第2篇子貢問君子，如何做個君子？孔子回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意思就係講，你先做到你所講嘅，然後再講。呢個而後從之係言從行，言語跟從行動，行動在先，語言在後，咁就言行相符。我哋學聖人嘅德行，學君子，呢個好緊要。特別我哋想要弘揚
傳統文化啊，自己要先做到。如果你做到先講，就係先行其言，而後循之。呢種人就係聖人。如果講到又能夠做到，呢種人係賢人。啊！如果講到做唔到，呢種人係騙人啊！欺騙人，欺騙一時啊，可以啊，欺騙唔到好耐。所以孔子喺憲問第14篇講到：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啊！呢個意思講啊，如果講得多做得少，都係可恥。君子以此為恥啊！譬如講，你做咗3分，講咗5分，就叫做其言過其行，咁就可恥啦。依家好多人講講10分，做做1、2分，甚至1分都唔做啊！仲唔支持啊？咁冇辦法啦。所以自己做要做10分，講呢可以謙虛一啲都唔怕，講嘅7、8分就得啦。留一啲餘地，呢種人就特別受人尊敬。下邊又講到：奸巧語，謂污詞，市井氣，切戒之。嗰啲奸巧嘅說話，污穢嘅言辭，粗言爛語，下流說話唔可以講。市井氣就係世俗嘅一啲雜氣，嗰啲唔係正人君子嘅習氣，一定要戒除。唔可以同社會嗰啲人同流合污。喺衛靈公第15篇，孔子講到：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以哉。一日到黑群居終日，同嗰啲唔三唔四嘅人喺埋一齊相處，言不及義，講嘅說話呢，同道義一啲都冇關係。講嗰啲無聊說話，嗰啲完全都係同自己身心健康同道德學問上進冇拉能嘅。言不及義，好行小惠。呢個惠有兩個意思，一個係小聰明，好鍾意表現小聰明。第二個惠呢嘅意思係恩惠嘅惠，好鍾意施人哋嘅恩惠，小恩小惠，籠絡人心。呢種人難以哉，好難成就啦。點解呢？因為佢呢啲市井氣太多啦。佢求學修道好難成就。弟子規又講到：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呢個係教我哋講說話唔好亂講。睇到乜嘢嘅時候，睇真一啲先講。如果未睇真就亂咁講呢，
往往係有錯誤，被人恥笑。知道咧唔完全唔透徹，唔好亂咁傳。特別係啲是是非非啲嘢，揭人陰私嘅，千祈唔可以傳。喺《論語》裏邊第19章第19篇有一章咁講到：陳子琴為子貢曰：子為公也，仲尼豈言與子乎？陳子琴又係孔子嘅弟子，佢咧好佩服子貢，所以同子貢講話：你係謙恭嘅啫，仲尼就係孔老夫子點可能話比你仲賢呢？哇！將子貢捧得好高拍馬屁呢個市井氣。結果子貢點講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加而升也。子貢佢講得非常之中肯。佢話君子講一句話，人哋就知道佢係咪有智慧，或者係冇智慧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所以講說話不能不謹慎佢話夫子就係我哋嘅老師孔子高不可及猶如天一樣咁高，不能夠用階梯能夠升得上去。下面又講：夫子之德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雖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呢個子貢對孔老夫子嘅讚嘆佢話孔子我哋嘅老師如果能夠得到時機治理邦家即係國家，佢一定能夠做到好似古人所講嘅所謂呢個係一個古成語6句。第一句立之斯立，係孔子能夠以禮立人自立而立人，使到人民都能夠遵依禮。道之斯行，係以道德嚟引導人民，人民就能夠奉行。雖之斯來，雖係安嘅意思，以仁政嚟安民，人呢就能夠來歸；以樂教嚟感動人，人民就能夠和睦。其生佢生嘅時候，人民能夠榮耀佢；咁佢死嘅時候咧，人民能夠為佢哀傷。夫子能夠做到咁樣，點樣可以及得上呢個子貢係糾正子琴嘅說話說明咧呢個夫子確實無人能及。咁第一堂課咧，我哋時間到啦，我哋休息一下，5分鐘之後再見。